文化新眼界，咱来去嘉义。嘉义鹿草有一窟天然的鳖仔，互人叫做天公窟。大家拢用这窟水咧饮茶咧生活。因为鳖仔要打的时，村民拢会举办烤鱼仔，掠到的鱼仔甲虾仔就公家本。若即马气候变化，鳖仔无逐年拢大酷啊，所以村民就换举办文化活动，保留传统，联络感情。穿救生衫准备要来比赛白竹牌，嘉义县长甲鹿草乡长相并的竹牌打开始，佫无法度好好控制，民众看甲真爱笑。哦，你两个安那？哦，来，我们看一下哈。哦，起码开始好用，已经开始咧挖鱼啊。嘉义县鹿草乡的鹿东村举办鼻头窟仔考窟文化节活动，唔但有白竹牌比赛，也有囡仔比赛画图，甲古早佚佗面的体验，有真侪民众来参加。为了带动一些人家来了解鹿草的文化这部分，就是因为这里刚好有皮塘吧，然后可能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它就变成这个村庄的居民一个很重要的记忆，这样。过去鹿东村这个鳖塘要考窟进前，村民拢会拖网仔来拎鱼仔。后来环境甲气候改变，虽然即马无特当伫考窟，但是以前传统也是有保存落来。当然早期的较世代啦，甚至咱较早是竹仔的啦，咱今后用竹娃，用竹娃甲伊社区要做开做竹娃，咱每当就是固定咧比赛。囡仔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乡土的教育的教材啦且囡仔亲身来参加这个活动，了解古早人对规个地感情，我感觉这是做好的。白竹牌比赛结束了后，在伫咧鳖塘内底拍网仔，不华鳖的村民就会做伙来看鱼仔。县政府指出，鹿东鳖头窟内考窟是一项真有特色的庄头活动，唔但彰显庄脚过去的生活，嘛传承在地的文化记忆。记者综合报道。